今日针对电赞公司苏丹红的事件，设立的负责人交保了后，昨因为一时联络袂到伊人，互检方搁再掠来说明。伊的律师嘛声称提审，讲第一判讲爱当场放人。不过检方嘛对交保提出控告，高分院发出定裁，裁定这个设立的负责人爱羁押禁见。拜三早时撇开守候的媒体，带着喙暗的李成大上等待开庭，因为高雄地检署针对伊无放收押提控告。高雄高分院发回第一监刑裁定，上午10点开庭，上午这么低调，但是前一天却对着镜头讲冤枉。你有关机过吗？没有，可以看通联记录。9点26，我没有接到他9点26有一通电话我没有接到，然后再来的部分就没有接到卫生局的电话。讲无要去要逃走，李成大想讲伊只有一通电话无接到。毋过12号上午，市府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发现找无人，去伊户籍的地址，厝内人嘛毋知伊去倒位。警方最后伫伊前某的厝楼骹发现当要离开的李姓男子。通报调查局甲人具体到案，说颠倒互台上的律师质疑具体定数无合法。这样是不符合我们的刑诉79条的规定。79条规定，具体人犯或被告的话，要有拘票的正本。留置李姓负责人的时候，并没有出示拘票，且执行机关提出的高雄市卫生局公务电话记录，也没有看到李姓负责人有拒接电话的情形，故认为本件拘捕程序不合法。记者王刘婷丹、香港报道。